现场会当来甲大家分享我写的一寡台语诗。事实上，我的台语诗我还袂啥会晓写，但是自从咱的本土政权失去了，我足强烈的感觉讲吼，迄心内这个母语呢，才会去搭着咱的心肝。母语是咱的灵魂吼，所以我就一直想要写诗。我以前拢写华语诗，写20外冬，事实上我真少发表。这几天就想要写台语诗，所以我嘛于2010年特别为家己一个高铁有10礼拜来向李庆华教授学写台语。到即马阁写到哩啦啦，拢有老师甲我帮忙吼，所以我即马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这3首，这首是2009年写吼，足深的感受，所以我就写这个台湾的历史吼。伫厝流浪的孤儿吼，有偌久啊？听讲大约有400外冬咱拢伫咱的家门咧流浪，咱叫啥物名嘛无解清楚。咱的祖公祖妈、阿爸阿母嘛讲袂清楚。平埔、长山、河洛、客家、青年、日本、中国，是台湾人。世间嘛有即款的代志，咱是啥物人？叫啥物名？莫怪莫怪，咱着亲像伫厝流浪的孤儿，外人一个一个入来咱兜，荷兰、西班牙、帝国性、青年、日本中国教咱圆，教咱比，教咱天文甲地理。就是唔教咱敬捌咱家己，咱就是伫厝流浪的孤儿，一个来一个推，一个来一个推，一个来一个踢，一个来一个打，推互咱比，踢互咱喙，杀互咱混混沌沌。渺渺茫茫，不知身是谁。可怜伫厝流浪的孤儿，互人欺，任人欺，身份无主，跪地叫阿爸，管因是啥人，有恁就是阿娘。可悲可爱，分身蕊蕊相魂。脑筋顿顿昏昏，心魂茫茫渺渺，颠颠独独独行，家己袂当做主。21世界初，末世的气氛，世界纷纷乱乱，社会吵吵闹闹，咱的前程渺渺茫茫看袂清，台湾人同胞